喲，我係喵子，歡迎嚟到喵喵夾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！說時遲那時快，《尋秦記》電影嘅票房已經突破4000萬啦！以5日票房嚟計，喺呢個兵荒馬亂嘅時代，實在非常之難得啊！今日就由我做喵，同大家分析下嚟緊《尋秦記》電影嘅票房走勢，同埋更新更多《尋秦記》嘅上映資料俾大家。好，我哋馬上去片。睇翻資料啊，同樣係由古老闆同埋林峰擔正嘅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電影，係用咗12日嘅時間去做到4000萬嘅票房，而《毒舌大狀》用咗7日嘅時間就突破4000萬。嚟到今次《尋秦記》電影只係單單用咗5日嘅時間就做到4000萬嘅效果。當然講緊嘅係港澳嘅票房啦。其實《尋秦記》電影選擇喺2025年嘅12月31號上映係有極大嘅意義嘅。由於當中牽涉到時光機嘅操作部分，喺呢度就唔同大家劇透啦。而呢套電影已經分別喺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大陸上映，而歐美部分暫時係有英國同愛爾蘭已經上映。而嚟緊1月8號，荷蘭亦都會上映《尋秦記》電影；1月9號台灣上映；1月15號澳洲、新西蘭上映。而北美同加拿大就暫時未有上映嘅消息。如果再有消息，我哋再為大家報道。如果以2日就做到2000萬票房嘅累積推測，呢套電影去到下星期應該就可以突破1億港元啦。之前古老闆亦都提過，如果票房達到3億，就會唱今期流行啊。當然細節就要睇翻相關嘅報道啊。不過相信嚟緊《尋秦記》隨住全球嘅開畫，票房亦都會節節上升。到時項少龍同埋寡人應該唔止笑左笑右，可能真係會笑中間啊。你聽緊嘅係做喵頻道，我哋嚟緊會為大家走入更多《尋秦記》嘅世界。如果中意我哋影片，記得撳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好，我哋下集見。